出水个好，古前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阮来讲，迄天我去饭桌仔食饭，迄间店客生意有够好，有当着爱甲人夹道，坐伫我隔壁桌，一对少年翁仔某，搁一个甲迄个查囡仔手搁牵咧。你讲你会当过来阮兜，是阮感觉真福气。你大家甲新妇哩，结果迄个查囡仔听大家讲无几句，煞开始嘴面所食物件呸出来，搁呕出来。隔壁别桌桌人咧回来讲，迄个查囡仔呢，遮尔天体。即句天体，台语大词典内底有记载。解说就是讲讨债。我知原来有个人腔口讲做天讨。这2字汉字毋是国正式的，我去查日本时代词典，人就安尼写，我无甲改。天体就是讨债，听到人安尼咧回尔。迄个查囡仔讲，我毋是天体讨债人的物件，我是食甲咧起青字。即句青字，台语大词典内底原来有记载，原来有收录伫迄。解说就是讲产生怀疑。毋过现主是我听到咱森林海口真侪庄头咧讲青鱼，就是查某囡仔腹肚内有花喜，结果食物件会会变白，讲做青鱼。那青鱼意思讲腹肚内已经有挑剔咯。即马查囡仔已经开始食了伫咧艰苦，无法度讲安尼正常食饭，感觉会会吐咯。哇！做老母的真欢喜，就叫因囝讲，紧来。来甲恁某斗拍锣，精神后壁甲拍锣即个拍锣的动作，悠远也是台语大词典有记载，老辈咧讲的台语。原来有人已经分去啊，咱嘛得爱紧甲拍锣，锣去较顺的，看会紧精神无？结果你愈甲锣伊愈学，到尾学甲规领衫真拉圾。将大家交代因后生讲，紧去掀一领新底衫，带去化妆间，紧甲换起来。新底衫，这原来台语大词典内底有记载。原来有人讲的底衫，现代原来有人讲做素底衫。简单讲，就是古早人咧讲的内衫啦。古前今日所讲这波真感动人的过程，实在认真讲是我编的。不过我就是去台语大词典内底编到遮尔济，老辈有咧讲。社会即马目前还有咧流传，不过现代台语词典较无记载用词。我要讲出来，和咱这少年朋友互相探讨，互相做参考，研究一下台语的艺术啊。